台南咸水的柑仔尾是真出名，不过今年因为做风台，佮有家庭乳炭煮济，不三时就飞来田里偷食果子，所以今年的产量拢总减5成。农民上过来上过去，咧找较红的柑仔尾甲挽落来，台南咸水咸粉地栽种的柑仔尾，即阵准备通采收。不过今年受到风台雨水济影响。地属浪费期无介理想，佮加上家庭伫遮生拖甲真厉害，农民无奈讲，鸟仔有时捅一喙就无爱食。估算今年产量比英过减5成。现在好像秋天好像突然跑不见了。植物上在应付这个极端气候，应该是会拄到相当的困难点了。番茄虽然是严重，但是番茄伊是陆续会在采收。伊陆续成熟的时候，虽然它量不大，但是鸟啊足多。根本就红袂赴通啊食。田沟底一粒粒柑仔尾拢是互家庭捅过，农民慢慢单调，就惊暖气造成病虫害。针对鸟仔定来田林糟蹋，互做事人头壳冇咧烧。农民讲各种无共的防范方法拢试过，起头用蜂胶球，嘛用过蜂胶布，即阵就算用泡瓦来吓惊，嘛无啥效。因着爱人伫田林过，无到时规缺会互鸟仔食了了。伊就是伫远仔咧行。行，伊就咧痛的，就是说它的危害程度比一般的鸟害更严重。即摆政府规定讲，我袂当泥盲啊，落去掠，因为惊去掠着类似像咧保育咧，若有人去检举会罚钱，所以我拢唔敢去掠。就只好用赶。这个问题我会甲中央来反映因为八哥这卖影响越来越大的话希望能建立中央研拟一套来处置的作为给地方来依循外来种的家庭数量一直在增加，农民指出，这个问题应该政府爱来斗相共，希望政府通比较掠青皮笃定的奖励方式，来防止这款外来种。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